個係一篇俾澳門 baby 北上生活嘅3個便利指南，睇下有冇你唔知道嘅嘢。第一個，支付寶澳門人依家唔使辦銀行卡，都可以直接匯款返內地。相比以前超多嘅手續，依家只要用回鄉證辦嘅支付寶賬戶，最快1分鐘就可以即時收到款。教程就好似下面咁樣，打開支付寶，我設置版本入面換到澳門版嘅支付寶，進行匯款，然後再切返去內地版，即係標準版，再搜索閃速收款就可以直接收到啦。4月25號到29號仲有活動，可以領一張4%嘅匯款優惠券，相當於匯1萬蚊就等於慳咗50蚊，任何金額都可以。新人仲冇手續費，每個月嘅月底同埋月初出糧嗰日咧都可以有活動。如果有需要嘅朋友仔咧，可以喺每月呢個時間點度多多關注。第二個美味不用等，如果有想食嘅餐廳咧，不妨出關之前提早線上取票，跟住你去到咧就可以直接食得啦。第三個，團購買券，如果平時有想食嘅餐廳咧，基本可以去啲平台度揾一揾，搜下佢哋個名，有冇一啲優惠嘅券。因為內地好多餐廳咧都會為咗引流促銷而出咗好多咧品質好而且價格又正嘅啲套餐。仲有咩小妙招？評論區分享俾我啦〜